转圈圈。哎，我有个音响没拿。上来打住，来，打着来，啊，错。来一遍，再来一遍。还有吗？打我回来，我是打他们。马路上就在那了，马路上，叫嘛，我叫嘛，跳起来。上网了，其他的话我没办法直播了，我那个另外手机没开，家里只用了一个手机啊，那个支架也没有。哎，我那个支架呢？哎呀，在另外一个支架上面。估计那边99应该要去吧应该要去。本来今年明年准备去个8那边的，他们今天去还直播在那边了。哎，那边因为很多人要住店，还有租的房子。有些要问那个，你们自己还有很多房子噻，又要买房子。山上，九龙沟里面。卖都没得卖，但是我说不要卖，出租的时候，一年年做。就是啊。啊，盖子几公里？九龙沟那个走。你盖子往前面走嘛，上面九龙沟有个山的嘛，一个山门的嘛，上去就得了。盖子过去就是九龙沟。啊，酒店门口啊，酒店门口，就那个爸爸大噻啊，就这个酒店门口啊，对对，就是只有那个爸爸大。哦，他没啊，以前老兄弟被老板买了，买了不让摆在那儿。就是那个现他人有点跳了，他9点钟就完了，肯定他规矩了的。规矩了的可以把酒店里面带货酒店里面人去可以。还把那儿眼的。他把那边人去带忘了这边。他只要酒店他不闹他，他把他省通了噻。肯定保安要让，保安要让。反正他们商量好的。保安有啥子的？没有在以前了。他只要他不晓得，只要酒店不分摊，对不对嘛？他那个以前的地方又不便宜又黑，他们就放在那儿查得到了。那个地方比罗马地方好，就在门口嘛，就在门口的。就那个酒店呀，那个大爸爸。以前我们就那个口口上，我有点想那他觉得和罗马可得。现在跳完没嘛？跳完我们9点就完了，很规矩了的，比你们要玩的太多。你们这玩我走过来，那些都是的完了。哎呀，那比这儿的还有还好了。比今晚嘛还跳过9点。他是暂时嘛，以后熟悉了那边一样的9点半，你想不想去跑？但是他们以前在罗马。他主要是两个，他晓得，他两个有点矛盾嘎，可能拖到一起。所以没不是矛盾，有的是要干支一个阿爸。等于就有点没得矛盾，都大家都这边是阿爸嘛。其实都不是。我那边是阿爸，这边那边甘孜。青阳宫啊，青阳宫不是。青阳宫那个带草帽子的，他是阿爸的嘛。那个不是，他们没得帮派。本身都是罗马横财的嘛。另外横财。另外横财。坐在那儿，他懂了，他们想说这个就分出来了。农家们嘎，就这就分出来了。
生这个爸爸就好，跟我说。你看好师傅学了是罗马人，就慢慢成熟了，就成了噻。跟政府的罗马，那罗马的在不不听到不收的，罗马看的，所以在政府的那是罗马人，他会带来人气的膨胀，对不对？那现在其实已经完了。都完了，上次几个人。哎，我消费这个视频呀，我想着回来啊，跳的不好的话，等一下。他那那有网红，现在就小有一坨人，哎呀，罗马还没开始跳的时候，我说嘛，罗马还没从歌唱的时候，就在跳。我经常看哦，今天跳的嘛，跟那个确实很像。对的。还没修好了嘛？主要就在那儿跳那时候这个房子还没修好。还没修好嘛？他们去跳绳子要跳歌唱啊，主要就跟他们那有关系。我们就过来看，就在场里了。比较大然后后来才有那个罗马人，北方就在场里了。他们很疼。很嘛，那倒是嘛，所以会教了嘛。他们整个有点没得这样的，还是有点聪明的。大叔还有几个年轻的，样儿也称赞。他们没跳的几个称赞的就出来了。今天我就看着没来由。然后后来才跑到罗马去嘛。是他罗马。对了，又回来了，转了一圈又回来这个场地上，又回来了。那是光线啊，好像连罗马最底下个光线都没得。没事，这个不成。他们说打开国际视野。明年我开点儿是。他说这段时间又恢复了，他说这为人处事就恢复直播，起来以前一样，还慢慢来嘛，反正还练3个月的嘛，年轻嘛。你要大叔那个罗尚说的，他说我这儿我相当于要吵架，肯定就会跟罗尚啊，那个叫啥子？必须说那个我有说的嘛，大叔我都从来都是啊，是吧？有点好多的网友关于这个晓不晓得？啊，我不来看就好。说到是不是？是吧？他说这个是大叔有点儿大一点，那个没得好做。他说啊，带了火灯没嘛？他就走了吗？你这个带了火灯没嘛？他说好嘛，他说带过头啊？后来今年安排一个，谁点不限制。但是这明年是1月份去。他要按我说的一样的，他不知道，我跟永吉说的，永吉有点那个啥，他没跟他没说，他不晓得。晓得不？啥子看着的？我啥子看着？我把所有大部分我看说下个年。啥子看着嘛？下个年。他那啥子说？我说因为啥？还有这种我这是太多了。后面说那个就是我他们骗人的，他就说啊，他说上面他说你看这个东西，他说还有他说那个空气的嘛，然后就把都说了。是很多事情，因为那段时间他不是咋子嘛？咋子了嘛？你跟他很熟吗？很熟啊，为啥他们也很熟啊？啊，你听得
你刚一说他没加团了好多，他清楚得很。他交团了没加好久，相对呀。他们交团队的时候在那边的嘛，酒店办酒席的嘛，成成啊，啊，然后有价值哟。那今年子嘛，9月份我没去的嘛那次。他们团队那天我喊我去，我没去，因为没在成都。你不好去了，我想把你拉过去。没有他们过生，那个晨晨感冒的过生喊我去，我没去。你们清楚。他过生了嘛，在那边酒店。今年几月份我晓得啊？我没去的嘛，不在的嘛。我也不说过这里找我说。罗马现在最好拍视频要得现在100粉丝。啊，还给100粉丝还以前是500和300。啥子500？他也。兄弟。学会了吧？我怎么对不对？全部的没有，很多都没有的。真的。现在价格没得么钱了，有钱。你卖的多少米？2分钟。利率还高。我高有多。降准，然后股市，中央资金来给然后回购股票的还增持呀，然后就说。人家公司它是。今年的股市，然后交易量2.6万。哦。这是可能要上。2.6万。因为现在他们说起这几天，证券公司要调市还要退。他们跟那个他的每秒钟交易3分要卡到，所以还要退回。他们放水的，因为有些不涨进股市，他整不来，知道吧？有些有钱他整不来的，他一买房他就来放钱返回去，所以他就决定买房子。也是前中央的政策，止跌回稳。还是多。就是说好房子还是对，他不能说。贵的。他们针对的层次分人这个都不一样，是吧？都11万嘛。那个叫每平米21万。都不一样。哎，我这都懂了。开了。啊？你们人特别。开了。上了边还要加，他首付这个部分又要套，首付降的15%，但是这个年利率贷款利率还差呀，4个点子，知道吧？还有就是后面吃他这个，就说有可能1趴2%，就相当于从小到大免税的等于就是那种，所以后面要吃他后面800。
以后他会出一些，比如说是大学啊这些，先把你娃娃给解决了，才能把那个经济慢慢有信心。那就是说来考虑有些政策，你像是引进了开放，就说一些什么东西都可以在吃，所以可以去慢慢不好的慢慢改进小嘛。好了。他自己说的那个中药治疗，中药治疗上有5元到赔本5元。他们说的是人比较简单，但是不有点像，不一定。我不信，他自己他装的不看，他可能。还说新加坡模式，他不准，我觉得不行。能说你不巧吗？天很热了啊，这么热了，都会。哎，你不起啊？叫他们呀，他们跳得不好。这就是真正源泉不足。大哥每天都直播嘛，直播到11点半。他是在新西兰嘛。对。他那个传闻都是，他是微信里面传的，但是那个恩之前看那个分析可能。他那个台湾你10月10号在不在成都啊？10月10号在不在成都啊？有吗？10号，1、2、3、4的10号。他们有个台湾的朋友，他给你们几个人送那个礼物，还有他从台北过来，有永吉、有你，还有杨球，还有好像有几个吧。本来说每个没有送的，太重了，几十公斤。我说你那个东西我都不好头一我说你送的有代表性的那个好。凤梨酥，凤梨酥，这种台湾本地的小吃，还比较贵。台湾有个朋友，他要送礼物，他说他10月10号就过来，他现在是给团队送了一些，台湾的，那什么几个人，本来我说你自己决定，我说他，因为那东西太重了，凤梨酥，台湾的凤梨酥，台湾的，凤梨酥啊，那凤梨酥不太重啊，但是它每个包装是区别的原因，他那个。他如果他是几个人，我说你考虑清楚，我说你送几个人都可以。他说他想送，说他还想送团队。我说50个，我说那个一个人中间的几十安教，所以说我说你考虑嘛，他现在他急了。因为许多事情还是有点变的，他有些政策
车变得更厉害。为什么？有些他自己就一直调车底盘，对啊，他这样是真的有感觉。你站然后跑。如果是他是18个小时，他是18个小时决定的。决定哦，18小时决定，3年就开会。我现在已经是不上黄了，是吧？我在他们真的，现在今年弄到现在太慌了。他们都到梦里，我挺晓得这样子。不一定啊，他不他面在纸上就可以了。肯定。他做决定那些，那伙子他提前那个还提前很久，提了很早就开始。金融从业者要挣大钱，是吧？往下挣大钱。不是这儿的2.6万，这2天所以疯了。老福就整股市，老福根儿，真的啊？他一直搞那个，他的屏幕都有4个，你说对得看？真的啊？他一直都是福根儿啊，老福，我不晓得。他在搞技术方面的，跟证券公司搞那些，他在搞自己要参与。对的。其实这个都不成。像我们家有个我那个表哥就不大参与，他写了很多本书，没学到啊。写了很多本关于理化，他自己写了书，就证券方面的，这是个校长。这个那现在有点校长可以了。他们还参加，肯定老行头儿们肯定没开会了，喊他们。他以前就喊他的就我们爹嘛，现在也说，那个也说那个。但是他调到了他还往上要爬。哪个学校？哪个高校？北外的校长。他一直是北外校长。他现在这从西南财大。参考消息要报道。真的啊？今天那国外媒体的各位都没得，都是假消息。国内的媒体。人家最新的消息，直接以色列空军机是这样的。那个是正常的，他总说对他要从美国回来专机刚刚降落到特拉维夫机场，然后胡塞武装那边那个导弹射过去了，说已经击中了。然后中国的媒体啊报道，这种叫居然有人信？居然信，但是我看国外没得过。不可能。就是嘛，他参考消息就报道。以色列的，你想啊，武装大队的，以色列特工不是吃素的，你连人家的那个门儿都摸不到。他那个他咋整不到那个领导人？ BB 机，然后又是对讲机爆炸，然后对讲机是昨天那个。国内的炒子，国内的风味不一样的炒作啥子，苹果手机要爆，你知道吗？乱来吹的，真的是。然后这是以官媒的带头来闹啊，就是参考消息就在那报，就这些消息咋不能？官媒，但是现在讨论有几个消息。最小的是那个 BB 机爆了，爆药花儿。那种你不是恐怖分子嘛？你你害的嘛？就是嘛，为什么那个 BB 机是发给他们的中层以上干的？只要是你叫定制。我说嘛，定制，结果人家以色列特工搞死了，而且人家都布局了2-3年，人家是采购，为了给了80%的回扣。结果定价清楚了噻，然后最牛逼的是人家直接轰炸那个拉斯图了，那个珍珠港那个大，
个专地段80多颗，好像。他一共拖了60多种炸鱼。啊，83枚。然后那个飞机从我看那个就是他们的空军起飞那个画面都有，然后就直接推到飞机，而且他们在地下30米地开会。你要炸60的升。好吓人，一个转了。它是炸是反复炸完底下团。你看那个视频那个火焰像蘑菇一样，好吓人，那种成功是，我说以色列有这个能力，他们还保护不到他们的总理啊，开啥子玩笑？好吓人，好钻地带，随便你尝好吃，而且流动的，所以除了80多枚，平均一栋多少多，那就是把你直接干死。炸子是反复炸，它就它的火可以再反复炸。你们说60吨炸的，60吨以上，而且可能人都已经气化了。就是啊，这几个戒指吧，是那个。说那个戒指可能都不是。不是，有可能不是。说的留那个戒指，但那个戒指又说的不是。人肯定是死了。人都是气化，你都找不到。这样还干得漂亮。然后正常说的，昨天又长途奔袭1800公里，又去把富山嘛。所以是他们拖还紧。那以色列一般你拖水平来看呢？以色列太牛逼了。哇！哎，好远。10多块钱一个。1.5嘛。秀。
的呢？你看看这，防晒你们是的。骑电动车热。现在只有25、26度。没得。我爱他们去。你住吗？我是他住吗？哦，我是在这儿。我是玉住了没有？我是玉住了没有？明天就11号了。明天回去还比赛了，不对，17号之后，18号。7号才交易。那今天是最后一天。现在看到掌握有时间了。你就跳噻，转圈圈，都可以去跳啊，都转圈圈跳，那几个人？10点20吧。他大，他去每个地方都有人吃。怎么开的这感觉？在商场里面，每个人都跑过，一来了都跑那么远跑过来打招呼。这渔业园那些，一来了都跑过来打招呼，都认得到。他睡很少，他睡眠时间很少。他睡眠时间很少。要求签过啊？哦，好。他们现在签过是说有人在。还有几分钟11点钟，他们叫人收。哦。不晓得，明天不排班了嘛？排班了嘛？我到时看吧。明天排班？都要排班啊！今天2号组变3号组，后天1号组。我2号组。明天1号，我明天3号，明天3号。你还不干呀？哎，后天1号。那你在哪耍呀？在家里面耍噻。家里面直播噻，家里面直播噻。和家里面直播一样，都重放。是我在说吧，应该要去。我前头的你姐姐，你姐姐。
就是啊，有可能不得去，因为我爸娃娃要补课了嘛，补课去了，补课了自己赶时间了，他到时看嘛，他不晓得，就是回去有假期才补噻。那补英语的嘛，要到时候就那个了吧，要用的嘛。这儿来面。没得了补。你要他补课的话，你得付钱。哎。那你免得。不晓得噻，不晓得。要得，那我就走了。好。过去的，放了一箱了。转了。有，随便你看，一个月1200个 G 的嘛，1000多个 G，随便你看，24小时看都没得事。那段时间我记得1200个 G 啊，你一天在用几十个 G 嘛，10多 G。你一天用好多？我都没注意到，我觉得1.1个 G 嘛。1.1，咱告诉他了。休息。好。走马出，他也不跳。中国主席不跳吗？这么那个的嘛，去。我一个心都不会。跟他跳了嘛，我们转圈圈嘛。在吗？他应该不在。应该在哦，我不知道，应该在吗？应该在。我们家吗？今天苏先生给那个永春送花呀，然后估计他没看到吧？我因为我隔你远了嘛，我放到外面的，我现在里面不能直播噻，我就放到外面的。他说的还有很长，他说的反正有点多时候，他说太多了。反正在这说骂了一些吧。在这。这才10，才6、7点钟的左右。他就说，他这电视就是不能在里面播，说他也看不到，在抱怨说，说很多，因为他有这段时间不让在里面播嘛。多很多。卓玛厨子他在对吧？哦，在。好，我来看一下。拿去吧。来，你给我一下。拿去嘛。他螺丝其实好久不见。那个叫啥子？